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2，箴言16章18到19节安尼讲：有骄傲就有失败，有自高就有跋倒。心谦卑甲善车人做伙大，较赢甲骄傲的人分所抢的物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无骄傲甲自高，着心谦卑甲善车人做伙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至权无上，确是意爱亲近谦卑的人。你充满荣耀，确是用慈爱扶持软弱的人。你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也是满有怜悯的救赎主。你的智慧无穷，你的能力无限，你的信实线到万代。主啊，愿天顶地下所有受造物，拢着称颂你，尊崇你的名。主啊，求你予阮时刻警醒家己，无予骄傲进入阮的心。当阮有成就的时，无袂记得一切拢是你的恩典。当阮受人称赞的时，互阮无袂记得一切荣耀拢着归乎你。主啊，当阮有困难、温顺，也是地位的事，互阮搁较愿意存着谦卑的心来服侍你、服侍人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